来伫遮？我伫咧内面真久啊，试过试啊。啊？阿英，你敢会用个安尼教囡仔？我是讲，莫搁讲啊，拢是一家伙啊，讲出去见笑啊，心内有数就好啊。爸，这500块，行你啦。我无欠这500块，你摕去啦。是的嘛，莫搁生气啊啦。唔是我生气，是阮妈咧生气。伊请你食饭，想叫你遐大牌。我去慧慧因兜，伊甲我留，莫爱互我走。饭食完，阮大家就参加伊的生日舞会啊。你安尼做伤超过啊啦！请你爱知影，我是为着要参加慧慧的生日舞会才来台北，毋是为着要食你妈妈一顿饭才来的。安尼你打算要安怎？假使你妈妈有生意，那日我今日就当去恁兜。去食饭是简单啦，也毋过你要先想好，对阮妈要安怎讲。我绝对会成全你这个孝子，你爱我安怎讲，我就安怎讲，好不？你哪会安尼对阮妈讲啊？也毋过你妈真欢喜。嘿，我真正想无呢。你是安怎一定爱讲你订过婚啊？这是咧变啥梦啦？互你妈妈欢喜啊！喂，倒诶，阮食饱，你入来食饭啦。你妈敢若在赶人客啊？我要走啊！你送我去找阮弟弟。好啦，妈。素贞要走啊？有闲较食白算。头家娘啊，因两个算啥物啊？朋友啊。人平小姐已经订婚啊啦，伊搁甲赵敏做伙，安尼是毋是叫做讨客兄啊？你敢袂讲较好听啊？我咧看哦，因也是切切的较好啦。是安怎？我对这种男女之间的看法哦，甲买汽车同款啦。像我哦，我都绝对袂去买二手的啦。你甲你的嘴塌嘞！喂，我就是啦。哦，就不咱倒位啊？哦，好，多谢。东东啊，恁大姐来找你啊。大姐，东东，大姐，我甲你讲哦，头拄我看到大康阿姐伫咧播戏，结果吼，互导演骂甲足惨的哦，骂讲吼，你真正是一只猪。莫甲我闹开啦，有妈无妈拢清白啦。你去隔壁小好困一下，我有话要甲你讲吼。我先来洗面吼。请坐。大姐。裴小姐，恁对东东吼伤过性啊啦。哦，敢会？当然嘛会。因兜这5个囡仔吼，是我看因大汉的啦。当然啦，这家庭的环境嘛有关系啦。也毋过因厝迄边吼，将来袂互因这5个囡仔吼，平常是有所费啦。即马当然无共啦。迄天吼，你互伊100块啦，第2天伊就开了啊。我又搁摕50块互伊啦。头拄啊，伊走去食冰，又搁无钱啊，搁甲我讨50块啦。
这种习惯哦，确实唔好啦。开钱是小看代志，赔钱比开钱搁较济。伊拍人的玻璃，挽人的水果，搁要将人的脚踏车甲骑歹去，搁用胶片啊将人的鸡拍死呢，将电火拍破，非得阮爸爸就一直缀伫后壁赔钱。我嘛替伊赔过玻璃钱。恁哦，若是搁继续安尼挺生伊吼，以后就歹管教。要毋过，伊即马当伫个月，是要哪管啊？哎呀，俗语讲吼，成囝是不孝，成弟就牙走。细汉偷挽布，大汉就偷牵牛，爱拍啦。袂用拍，绝对袂用拍。是安怎？我讲一个无定当的，东东伊足巧的，若拍一定会出代志。才有鬼咧！真实的啦，东东的处境甲一般的囡仔无共款啊。所以因爸爸妈妈对伊搁较好，伊知影迄毋是伊的爸爸妈妈，心理上都已经无正常啊。无得卡，伊会遐尼搞怪，拢是挑工的，哪甲拍，到时都袂受伤。我感觉张敏讲了对。迄是恁兜的代志啦。恁是来接东东的嘛？对，我要等去美容啊。赵哥哥，大姐，我先来转啊哦。啊好，你先等。阿公，你这很慢的呢。婉婉，你哪样的辛苦阿公哈？无大无小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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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。阿公，好亲像是东东的声呢。嘿啊，我嘛敢若听到东东的声音呢。妈，东东，婉婉，阿公。东东回来呀！东东啊，赶紧看你妈妈啦！哦，东东回来呀！妈，东东，妈，妈，我就想你啊，妈妈想你，你是安怎回来？是大姐甲赵哥哥送我回来的。东东，你无了代志吼？无啊，我甲大姐去台北耍，回来的时阵先来看你，看阿公，还阁有阿姊。妈，哪无看到佩佩咧？佩佩走啊，甲你共款，去新妈妈引导。佩佩走的时阵，敢有哭？无，已经乖。有啦，慧慧哭到这伤心吗？王妈妈，素清，赵敏，入来厝内坐啦。我阁叫是东东又阁了代志，家己走转来。免那会咧，东东今嘛真乖。阿公，我就想你啊。东东啊，甲阿公讲，因对你好无？好啊，啊，你有乖无？真乖。哦，安尼阿公就放心啊。你甲婉婉甲秀秀去佚佗啦吼。哦，婉婉，阿姊，咱来去海边耍。大姊，婉婉，快进来啦！哇，这多哦！对啊，这是我专工要来互恁的。东东，你哪有钱买这么多好食的物件哈？哦，我要去台北的时阵，迄边的爸爸互我100块，到台北以后，大姊嘛互我100块，大康阿静嘛互我100块，我唔敢开，所以要这物件互恁啊。东东，你有看到大块阿姐哦？我搁甲伊住2天呢。大康阿静，伊搁带我去电视公司看人搬戏哦。你真好哎！对啦，迄个赵阿静，我即摆拢叫伊赵哥哥啊。恁知影是安怎无？多谢你，遮尔照顾伊。
其实我嘛无想要带伊来，是伊一直甲阮拜托，我嘛无法度。啊，素清伊是考虑讲吼，东东来看你是无啥货，是惊伊吼若发生地，就无爱甲阮等于美容啊。袂安尼啦，东东这个囡仔足讲理的，恁只要讲道理互伊听，伊也是足听话啊。迄个播电视的李先生讲，阮甲东东成歹啊，伊要阮爸爸妈妈拍东东，伊讲吼，即马唔管，以后就无法度管啊。我是无赞成用拍的。所以我想要请教你，爱安怎才当会搁较乖一寡？恁兜有恁兜的规矩，恁爸母会当将恁教了遮尔好，当然嘛有法度甲东东教了真好。即马你问我嘛无方便甲你讲要安怎管教。老李的话嘛袂当完全相信。老李这个人，伊特别介意婉婉，对我其他的囡仔，拢无亲像对婉婉遮尔好，尤其是东东，伊上无介意伊啊。就是讲啊，我就感觉伊讲的无你个就是对的。这嘛无怪，东东自细汉都足急的，老李愈讨厌伊，伊愈是做伊讨厌的代志。因两个人是死对头，老李常常拍东东的尻川，东东就偷偷爬去伊的眠床顶偷放尿。东东，我问你，我无伫厝，你是安怎要欺负阮阿姊、阮小妹？是安怎搁要害阮妈妈哭几啊天？我无啊，你敢讲无？阿金是毋是侮辱我阿姊，甲婉婉偷摕伊的钱？迄甲我有啥物关系啊？有关系，钱一定是你偷摕。我无啦。你还搁讲无？以前你就捌偷摕20块，带我去街仔路的干妈店买糜仔食。你嘛有食呢？你请我食的时阵，我唔知影你的钱是偷摕来的，我是安怎唔食？你给我放开，讨厌啦！你是啥哈？来阮兜安尼相拍哈？你想要造反哦？你妈无钱下饲你，才将你送互别人啊！你今日竟然敢早倒来乱啦！你以后若是搁欺负阮妈妈，我就叫赵哥哥开车送我回来保护阮妈妈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星星一转眼，结束是寒暑。大嫂，你在含啥受气？东东会欺负阮年兄啦！我只是讲伊两句哦，伊就给我应嘴应字啦。我问你，你到底是要甲管无啦？是的啦，东东即摆是阮小弟王太太，伊用个卖管。你，这个厝我住袂落去啊！大嫂，王太太，我感觉莫对东东伤过严。假使东东若无毋对，就出在去啊，免得伫发育期间造成心内不平，将来更较歹收煞。你管了伤严啊！阮妈妈阁伤生意啊！裴小姐，恁敢会用伫遮住一暗哈？啊，会用一啦，会用一啦。恁坐者，我来去煮饭。赵敏，你住伫遮啦，我走。王太太真久无看到东东啊，互人母仔囝做伙一暗，哪有啥物关系啦？啊，无安尼啦，我陪你来海边仔行行咧。我即马总算了解，边仔人看较清楚是啥物意思，就参照分析东东的心态，你分析了真好。话讲倒转来，
较亲近东东的人，对东东产生的主观意识，所以袂了解东东。同款的道理，你跟你妈妈这么亲，所以嘛袂当了解对方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坦白讲，你交过袂少女朋友，迄是有影啦，你妈无一个介意的。迄嘛是真实的。你甘愿为着你妈妈放弃你的女朋友？这我嘛无法度啊，我袂当互我妈受气啊。问题就伫遮。什么问题？你捌甲我讲过，恁爸爸甲一个查某人走去啊？这哪有啥关系啊？这当然嘛有关系。伫你妈妈心目中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伊上爱的查某人，一个是恁爸爸，一个是你。恁爸爸已经去互别人抢走啊！伊上烦恼的是，别个查某搁抢走伊的后生。结果就是，你永远找无恁妈妈介意的查某囡仔做朋友，搁较找无一个结婚的对象，除非安怎？除非恁妈妈过身去啊！赵敏，是的，我无用这句话，我无法度解释有清楚。你即马应该了解讲，我是安怎要骗你妈妈讲我已经订婚啊？我是想要互伊感觉，咱两个人永远无可能做伙。佩佩，佩佩，佩佩，我叫你，唔通死了。是咧阿叫吼，佫会甲我比司法叫，伊算目鸡呢？囡仔惊生婚啊，你甲逼嘛无效啊。卡叔讲其他军医咧想梳头，我就甲伊送转去啦。手机啊，较细声的，这种话哦袂使互皮皮听到啦。莫看伊细汉哦，伊啥物代志拢捌啊。做目鸡喏，有啥物代志讲啊？皮皮，有啥物代志做你讲啊？是毋是你的册看了啊？爸爸搁再买互你，好无？哦，手机啊，你是毋是有咧煮啥物啊？雅素罗敢有乖啊？大家都顶班呢。啊！叫送的哦，开车送你转去啦，较紧嘞。哎呦，快嘞！好佳在陪陪记得，来这位是这雅思无关啦。哎呦，厝内加一个人，还以后哦。李先生，李先生，哎，周小姐，你来来？我去电视公司探查到你的地址，我想要来问你讲弯弯的代志。哦，
周小姐，请起来坐坐啦。敢有方便？你感觉方便，我就方便啦。周小姐，请你坐。啊，多谢吼。为着婉婉的代志吼，我有去找一撮布袋啦。那呢，王太太意思咧？婉婉就互你来领用啦。真是的啊！李先生，有闲来阮兜看卖，我甲婉婉布置的房间。唔免看，我想你一定画得了真好啊。王太太敢有讲，什么时阵互我去接婉婉哈？伊是无讲啦，可能最近会来台北啦。安尼当时会来？到时阵我会甲你通知。多谢你哈。啊无安尼啦，我留一个电话号码互你，你就唔免加走一撮。喂，我就是贵主啊，什么代志啊？你较早转来啦，咱带彬彬去安平食海产。好，我两面就转去哈。哎，对啦，你敢有问林律师，彬彬的领养手续办好势啊未？只要彬彬啊，乖乖啊，甲咱斗阵生活啊，敢有办手续，并不重要啊，迄敢若是形式尔啦，培养感情才是最重要的。小白兔爱跳舞，月夜挂下雪跳舞，不要一句不要耽误，快快快，好朋友赶快来，不要耽误，快快快。小白兔爱跳舞，月夜挂下雪跳舞，不要一句不要耽误，快快快，好朋友大家来，不要耽误，快快快。彬彬真搞的呢。爸爸，你无拍婆啊？爸爸，你无拍婆啊？阿桑，甲抱落，互伊去唱互阮爸爸妈妈听。换过来。因爱听，我无爱听。彬彬，甲爸爸讲安安。妈妈安安。彬彬已经慢慢来适应这个环境啊，你莫阁对伊遮冷淡嘛。你莫阁讲啊！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清醒一转眼，结束是寒霜。哎，东东，我就想要困呢，你莫吵好无？袂用诶，我不爱互你困，我要你起来陪我。哎呦，遮尔暗嘛无要困，搁要陪你创啥啦？咱遮尔久无见面啊呢，我有真侪话想要甲你讲。食暗顿的时阵，你嘛一直讲袂煞哦。我就想你的啊！想就想啊，莫吵我困啦。哼，你遐尔爱困，你以后会变做睡觉猪啊！你这是睡觉猪啊！睡觉猪啊！大只猪啊！睡觉猪啊！大只猪啊！睡觉猪啊！大只猪啊！睡觉猪啊！安怎？恁两个人一见面就冤家？婉婉，你毋是讲少想哥哥，掠哥哥有一天哥哥转来，你绝对袂甲伊冤家。妈，是哥哥欺负我，无要互我困。妈，我足欢喜的，变来变去拢困袂去，谁叫伊毋陪我讲话？妈陪你讲话好无？好啊。东东，你伫美拢家己住一间房间会惊无？唔惊，半暝有搭被无？无。是妈妈敢有逐暗替你甲被哈？
拢困去啊？敢若阿东东无爱教配啦。细汉的时阵，牛奶食伤济，身体勇，所以就惊蛇的。身体搁较勇吼，暗时困若无教配，嘛会去干着。你上够读被啊？逐工暗时，恁爸爸都爱爬起来2、3届，替你教被。妈，你是阿公问我伫遐有乖无？我讲我真乖。你真是有足乖的心。其实我无真乖，我了足侪麻烦的。新爸爸、新妈妈敢有受气？爸爸有时阵无欢喜，妈妈拢袂。你搁足够看面色。妈，我还阁有听到迄边的爸爸妈妈讲细声话哦。讲啥？爸爸讲已经挡袂牢啊。妈妈讲等我开学就好啊。啊，你家己感觉咧？我唔知啊。今仔暗甲你讲的，我感觉比以前较放心啊。妈，你敢会当去美容看我？会用的啊。我逐工拢伫咧想，希望妈妈会当去看我。也毋过，嘛毋敢问迄边的爸爸妈妈，我惊因会受气。东东，你是妈的乖囡仔，你真是大汉啊！回去了后，毋通想过节，爱准备功课，心收倒转来，后学哩好好读册，莫找时间去看你。真是嘞哦。妈，你的胃病有较好啊无？我好真济啊，东东，妈的代志，妈家己会处理，你莫伤过烦恼。再见。素姐，问你爸妈好？多谢，王妈妈为阮来美容佚佗。我会去。阿姊、阿公、妈妈，再见。行啦。看起来东东甲因阁过了袂歹哦。因阁要送东东去台南看病病。哇，冰冰运到这么水哦！请问你要找啥啊？阮是要来看冰冰的。啊，真实的，冰冰无伫的。哪会遮尔拄好啊？骗人的！东东，先生，伊是冰冰的哥哥。啊，老实讲好啊，阮老爷交代过，谁拢袂当来看冰冰。你哪来做伤过阿爸啦？我干那要看冰冰。冰冰，冰冰，冰冰，哥哥，哥哥，冰冰，冰冰，你要去倒位？我要找哥哥。哥哥袂来找冰冰啦。会啦，我有听到哥哥在叫冰冰。妈妈无听到啊。有啦，在迄边。哥哥，哥哥，哥哥。阿桑，该抱去楼顶。啊，好。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哥哥。冰冰，冰冰。东东，煞啥去？你搁较大声吼，伊嘛袂听到啦。实在真歹势，以后你若要来吼，上好甲阮董事长联络一下啦。哼，遮尔臭样哦！好啊啦，咱来走。东东来，行。哦呀，你是咧吵啥？少爷咧骂人啊啦！恁少爷在骂啥？叫伊出来啊！着面，行啦，着面。
气你太深啦！先生，你误会啊啦，阮少爷是伫骂我啦。哼，有几些臭钱，有啥通摇摆啊？你是咧拍啥？啊无你咧拍啥？哼，欺负处理。你才欺负处理咧！你哪样做？敢对？是的啦，先生。叫你少爷啦！是的，先生，后摆有闲再过来啦。是的啦。伤过阿爸，有几些臭钱，你摇摆什么货啊？是的，歹势啦。培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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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安怎啊？啊，培培咧？曼迪啊！慢丫头啦！你无看见等伊踢哦？哎呦，你安尼是咧做嘛解啊？哼，拄则硬头去攻击激发，叫伊食饭的时阵爱加食寡菜，营养才有啦。唔要吞食寡物件，歹看啦。结果安怎唔甜嘛？我听无啦。你用做的安用啊？我是你妈妈，我妈妈伫报地啦。我安用，我甲你爸爸讲哦。阮爸爸已经死啊。啊，即嘛培培咧？阿姊自细汉上喜欢的佚佗物啊，就是这几下布王啊。即马阿姊大汉啊，想要甲因送互恁，恁来答应我，听伊、爱伊，好好照顾伊。大姊，因为我近视。无怪囡仔会生气。你讲这种话哦，就是伤到囡仔的自尊心啦。囡仔有嘛去自尊心啦？哎呦，即摆的囡仔哦，啥物拢捌啦。莫讲是咱领养的，就算是咱亲生的哦，伊嘛会互大人哦面色看啦。阿妹哎哟，爱多暗路诶！哦，佮找啥物囡仔来讲爱啊？哼，啥物话啊？哎呦，你讲这拢无效啦，找囡仔要紧啦，行啦，行行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爸爸，我即马伫咧种的所在，袂当去山顶甲你念香。紧啊，涂鸦味啦！妈妈的身体无好，我就想妈妈的。记得讲嘛假啊！哎呀，讲嘛解，你就可以讲出来，心内哦都会快活啦。阿姊，我即马就介意这个翁仔的。阿姊，还有婉婉，恁是毋是搁甲妈妈做伙？恁即马伫倒位？培培，培培，
你介意拜拜哦？啊，拜拜哦，把心内话讲出来，就会较快活。嘿，爸爸答应你，以后随时拢会用个来拜拜，好无？讲真的，甲爸爸讲，你是毋是想妈妈？等爸爸有闲，带你去看妈妈，好唔好？培培啊，你甲爸爸讲，你还阁想啥物人？爸爸带你去找因。我想东东，我想冰冰，唔知因即马咧倒位。爸爸会使替你探听，若知影了后，爸爸带你去找因，好唔？好。妈妈，你莫甲我生气，好无？你按聪明，按乖，妈妈用盼得受你的气咯。顶摆吼，妈妈唔记得关家事，若唔是你吼，阮全家吼就受呛呛呢。妈妈。嘿嘿嘿嘿，好好好，嘿嘿，真好。这几天吼，我甲恁爸爸逐工伫咧门口等，佮伊直念咧讲吼，哎哟，哪会讲唔转来哈？哎，东东啊，紧入去厝内，甲面洗洗，啉淡薄冰水哈。爸，我甲赵敏去高雄找同学。哎，你哪会算甲拢唔知影转来啊？规日你有后生啊，佮讲要创啥？赵敏，咱来去。爸爸，爸再见哦。赵哥哥，我嘛要去。东东，你嘛小我拜托好无？你拄仔转来，你敢要去哦？你爱留踮厝里陪你爸爸妈妈。妈，你看啦。来，落来啊，咱莫去啦。哎，伊甲你耍的无共款，你也袂晓跳舞啊？哎，唔去会用钱。赵哥哥翕相机，啊叫我耍。你要卡油哦？好，莫讲借你啦，我送你好无？嘿，这唔才差不多。其实吼，东东啊，只要你较乖，你想要吃啥物，我拢会买互你啦。咱紧来去啦，我腹肚足枵的，想要去食一寡物件。阿琴啊，嘿。我的茶咧。哦。先生，茶。哦。太太，明仔载是礼拜六吼，啊，阮表姊要结婚啦，所以我明仔载袂来啦。好啊。啊，太太，后日是礼拜日，啊，我嘛袂来啦。哦。啊，我这个碗吼，会先用水甲浸起来，礼拜二再来洗，安尼好无？好，你爱安怎就安怎。啊，太太啊，你先甲后个月薪水借给我，好唔好啊？好。太太啊，你人哦真正足好诶，敢若是我的好朋友呢。阮从来拢唔敢甲你当作是使用人。太太，多谢。
阿庆敢毋是有讲啊，咱大家哦，就敢若好朋友共款。这种人哦，足害的啦，互伊一去德国，伊都爬上天啊！爹哋啊，这包大千先生的话要挂倒位啊？你北话比3工啊，还未找到所在哦。挂是足简单的啊，钉一个钉仔就挂起哩啊。也毋过一个挂起哩，我又阁无代志通做。哎呦，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迄间房间哦，甲整理一下，秀秀哪来就闹热啦。至少会当陪你开讲，陪你踅街啊。我阁伫咧考虑是毋是爱秀秀。你是安那？又阁变我？你无看到迄天因兜吵吵闹闹，王太太大嫂讲秀秀偷摕钱，骹手无清气。这几工哦，我逐工甲你分析，无可能啦。我相信哦，王太太是一个规矩人，伊迄个大嫂一看就知影真刁啦。也毋过你听王太太讲，爱等伊到台北，甲秀秀带来，甲因爸爸念香了后，才送来互咱。什么代志拢听因的，足麻烦的。妈咪啊，迄是人的囡仔，你着爱想看你家己的囡仔。查某囝嫁人啊，后生互新妇抢去啊，你想要互因转来厝里啊，无法度啦。我算好啊，这2天哦，乖囝一定会敲电话来。你思念的电话来啊，紧接吧。你接。若是伊问到我，就讲我无伫哩。生气啊？喂？什么？先生啊，先生，迄是我的电话啦，麻烦你挂掉啦，挂掉啦。安怎？谁敲来啊？还有谁？咱娘家的公主伊丽莎白阿琴啦。什么？阴暗7点哦，袂用的啦，我要看尤丽花的歌戏啦。好，啊无安尼啦，你8点才开车来载我，啊毋就好啊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焕焕，车准备好啊，咱行。阿妈，我嘛要去。彬彬嘛要去啊？我无讲要带伊去。带伊去嘛好啦，互伊去交我走走的，较免定屈伫厝内。阿桑啊，你甲因斗阵去，甲彬彬顾咧。哦，我袂当去，厝内要请人客，阿五一个人哦无法度啦。爸，阮会照顾彬彬。我袂去啊。焕焕，你的性格我真了解。今仔厝里要请人客，你是惊大家安慰你、同情你，你才调过闪避对无？万青啊，你讲遐济要创啥啦？我当然爱讲啊，心内若是要做就爱讲出来，讲出来心内的结就会当拍开啊。焕焕，你是毋是这个想法？其实，我已经照你的心愿去安排啊。恁妈嘛同款，阮互彬彬缀你去，我嘛知影你心内无希望彬彬伫众人面前互看到。我无安尼讲，也毋过你是安尼想的。好啊啦，叫玲啊，你照顾彬彬，互小娥陪焕元，安尼毋是真好？买算就算较欢喜，是安怎你吵吵闹闹啦？少爷，彬彬甲少奶奶做伙，算了足欢喜的呢。过来啊，来。
头爱较细腻咧哦，啊？我拿到啊！冰冰，来，你叫我啥？妈妈，较大声嘞。妈妈，真乖。少爷，我感觉冰冰足古锥的呢，搁较古锥。伊原是别人家的囡仔，啊，毋过已经正式拜你领养的手续安尼，伊嘛缀少爷姓叶啊。不管伊是姓啥，冰冰永远是冰冰，无人有法度改变这个事实。是你哦。冰冰，有好耍无？好笑。爱细腻哦，较细腻咧。啊，冰冰，冰冰，香哦，冰冰，冰冰，冰冰，你有要紧无？哎，你放心啦，阮公司的产品哦，绝对袂顶打啦。是，嘿当然我会当甲你保证啦。你稍等下哈，好，你甲接过来哈。张董诶，是，好，多谢。乌呀，什么代志啊？什么呀？冰冰受伤哦，伫倒一个病院啊？爸爸，冰冰，你袂当死。我的金手环啊，金破链，还佫有金手指，我平常时啊，拢唔敢挂啦。即马好啊吼，一声吼，就替人偷摕了啊啦。